为山，为水，为玲珑。欢迎节目主持人董恰恰。是啦，感谢咱全球华人朋友来收看咱上届有去一个电视台公共电视台上个好怪节目，为山为水为玲珑来讲台语，世界通。当然，曲博老师甲偏偏两个我错一个，代表本节目气势愈来愈好。是。当然，现场一定要台语文的专家欢迎郑安珠老师。为山为水为玲珑，社会多元点神通。大家好，我是安珠老师，欢迎收看咱的节目。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对啦！来，这世人唔是讲你遐个少年，捌行过台步无？台步？很慢呢，我真正唔捌行。哎呦，哎呦，你保证这段袂加掉？保证日本时代做迄个不哎妙嘞！袂歹哦。对哦，我想要去带啦。安尼会使吗？哇！现在咱这班长所喜欢的就是挂香的代表。你忘了。有想要看庙会卡步无？庙会。打卡波。哎呀，抄起来啊！踢球啊，三个抄。大神人啊，过来啊！大神人啊，这看起来敢这讲的哦。本节目应有尽有啦吼，什么拢有。欢迎各地庙师吼，然后除了这个，先来做。下班啦，系。分享喜庆拢有咧包啦，麻烦你用专程用台语自我介绍，请了。各位为山为水为玲珑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梅啊。要不要？廖梅啊，梅啊，狗牛啊，迄个梅啊，唱梅啊，嘿，梅啊。玉郎设立史，所以叫梅啊叫关系。嘿，对。啊，你是创啥？你是？我是10这个娱乐。即马标准讲遐低哦。无啦。嘛是有在意的啦。我会晓跳舞，哦，跳街，专长是跳舞，嘿，专长啦，专长是跳舞。几岁18岁。哦。今仔节目到这为止，咱就莫去讲起。真的啦，真正几岁？今年我只18岁啊。真是的啦。真的啊，真是的啦，系啊。哦。但是伊迄个五官看起来，跟咱较无啥共款。刚才迄个干型，深邃，要安怎讲？对啊。哦。深邃，老师深眼神深邃。是要安怎讲？五官足清澈安尼。哎，老师，你讲五官足清澈，有人的五官无清澈。补啦，补啦，看无清澈起来，老师你清澈起来。我就一个人你刚刚画起来补啊，都一个补。镜头不补啊。不是，我是要讲你有去头着的男着迄种。哦，你有啊。我妈妈是越南嘛。哦。所以是恁妈妈来台湾食头，恁爸爸怎个？唔是，是阮爸爸去找阮妈妈，啊，甲带回来的呢。本名。廖佩玲。台语。廖佩玲。那你听起来怪怪的。这是个配。王，搁一个迄落。斜玉边迄配。嘿。啊，玲是落。一个人，搁一个玲。一个人，搁一个玲。老师，这聪明伶俐啊，聪明伶俐的伶，所以廖佩玲。令哦。佩玲。廖佩令。大家好，我是廖佩玲。是配烧的配令。廖佩玲。佩令。现在叫咩啊？现在？因为我长头毛的时候就水的。哎呦，真是的啦。今天就水的啦，老师认证呢。哦，水吼。真水吼。真的啦。哦，是不是？4点动的呢。嘿啊。水吼。你等下设计有没啊？伊会甲你拖拉哦。真的吗？伊会
甲你拖拉袂使哦。我这个名应该是袂啦。我着你啦，嘿，碰过好，我是李明还川没。开始咧，我未发开始咧。来，麻烦专程用台语自我介绍，菜了。大家好，我是李明川。不了准。嘿，我即马做伪装加头章做26年啊！啊，今年嘛加入110娱乐。今仔上重要的代志就是，阮110璀璨之星开始报名。哎呦，这分各分3组。嘿3组， model 是有 model， model 组、演艺组加青春少男少女组。无唔对，你看出来是青春少年少女组。嘿嘿嘿。你是 model， 你是那个 model， 你 model。标准高遐低。啊，面茫有啥嘛是美梦成真是无？无啦，阮就是有3组。啊，即马伫你上网去报名，甲10月10上网是啥？意思是讲是网青了才报名。报名单伫迄网内底啦，后面包几个哩。是啊，去你网络报名啦，网络报名，甲10月18，大家拢会使来报名呢。就根本你上网了后，我想讲上网无，上网嘿去报名。因为今年的中冠军，中冠军会使得到一个足大的礼物。哎呦，咱免有赞助的这个车，嘿车，车，互你免费车开一年，开登去，免费开一年，免有哦，这个开一年个行哦，爱行。安算咱赞助。哎，啊，咪一年你开嘛是足歹啊。哎，迄一年的保养费，搁食油的钱要惊死人。没啦，拢免费公司较大方的啦，拢送啦，好不？啊！啊，碰过你是免报名呢？不只是这个免入，我们还有足侪奖金甲奖品。哦，然后大家拢会使来报名，平常时你14岁开始，为14岁到30岁拢会使来报名。所以不管你是体格安怎拢不要紧啊。对，你会使搬去，你会使变做少男少女组，嘛会使做 model。无唔对，好，大家把握时间。好，来到这要来考大家台语程度。你的台语较歹，你的台语非常之好。可能是越南有关系啦，吼，越南。我是婚姻人。哦，婚礼没有？婚姻，拢教阮阿嬷讲台语啊。好，啊你住你我是是台北出生大汉，不过我是云林湖尾人。哎呦，所以你两个台语应该爱做好，爱认可不倒，好不好？是咯。今仔个题目真简单，甲头有关系的台语词头，但这个头不是这个头，不是啊，不是啊，都只头，这条头，大粒头，细粒头，顶头还是下骹头？下骹头啊，是顶头啊，是中头。不是。咱即摆要讲台语，这个咁咱等下要讲的这个头，不是这个头，嘿，了解无？嘿，听有无啦？有啦，但是有头哦，爱有头，爱有头哦，吼。我唔是这粒头。哦，比如讲，我讲头的台语啊，你讲啊，我讲菜头啊，头先你菜头是菜嘛，对但是伊就有头里啊，对，哦，了解哦。了解。对啊，啊，来，白白，老师来卡来。嘿嘿，我讲头的台语啊，我讲膝头，膝头是哦，这工课，这做膝头，做膝的做膝头。哎，老师，是，做膝敢是迄代志意思，唔是哦？不是？这是早期为农业社会来的，是。所以定甲这这农里业对我有关系。哦，诶，自己念膝哦，哇，好来，膝头是自己爱头的。哦，来，卡来。哎，我讲头的台语词啊，我讲砖头，砖头，砖头，对，伊是砖啊头吼。来，唔是这个头，来，好，我讲头的台语词啊，我讲骨头，骨头，嘿，骨头，对，唔是这个头，是骨头。好，Q 骨嘛吼。嘿，我讲头的台语词啊，我讲头的台语词啊，我是架头。架头，架头，架头，角頭，架头，架头，头嘿，架头，角頭，角頭啦，迄就是較早迄個兄弟迄個角頭，電影迄個角頭嘛，哎，角頭，角頭，所以嘛是日頭的頭嘛。來，考來，我講頭的第一詞啊，我講鋼頭，
钢头会水哦。这个写的你要班的，钢头，发钱的钢头。水水，哎，开。我讲头的台语词啊，我讲燕头，燕头是你讲燕人，推燕头。不是讲叶头，准。燕头好来，我讲头的台语词啊，我讲对我拍顶头，顶头是规定的嘛吼对，但伊嘛是咧顶头一头。诶，这科我感觉不哩简单啊。诶，你讲迄老神在在，一般上中讲是这个啦。咁是当然啦，来卡嘞哦。我讲台语词啊，头的台语词啊。我讲大灯头啊，好食，嘿，谢谢，好食好食好食。大灯头哦，伊个大灯，伊个大灯要用迄肠啊拄入去了。哎呦，好椒盐，对啊，甲大灯头迄个够油热的，哎呦，今日节目到这为止哦，大家来记哦。再来一杯秘鲁哦。哎呦，大灯头水啦，哎，点起卡咧。我讲头的台语词啊，我讲出头，出头就这。这有学问。对，出头。出头是两音老师，出头。出头其实这个音吼，你今天要写？你不是这种款意思啊？出头。出头两种意思啦，像讲咱搬戏，定有戏出，戏出，这叫出头。哦，像讲啊，我若出头真济。对嘿哦，出头。出头出来。啊对，啊他讲了一出两出咧，就是咱咧办桌。哦，阮一届是12出，迄日出就袂当写这出啦。哦，你看啊，阮也愈来愈厉害。诶，阮这届办桌是12出，出来嘿，因为出12项菜，出12项菜，这两拢是出，有时会分袂清楚，这是出头，啊，这是出现，啊，咱办桌是讲12出、10出这种的出。哎呦，你也拍片这出头的。出头天就自己出对也可啦，以自己出天，嘿，出头天。啊，出头天。嘿还丢你啊嘿！我说头的台语词啊，嘿，我讲架头，水，架頭，看你卡梅隆架頭啦，來，我講頭的台語詞啊，我讲当机倒头的倒頭，倒頭其實唔是講迄個倒的頭啦，是講迄個人的身份，對，伊叫做倒頭嘛，伊咧翻譯的。對。你俩是哦，怎麼講？伊甲你讲安怎吼，你安怎啊？哎，你跟他們做過？來，卡瑞，我說頭的台語詞啊，我讲肩胛頭啊，肩胛頭，水，其實講了身軀的頭嘛，袂少哦。對啊，有夠濟。你想啥我知影。過一點。我說頭的台語詞啊，我讲大頭，交肩胛頭先我想啊，吼。你是個大頭咧？大頭，是人啊，有某囝大頭就對，當大頭啊。愛當。嘿，哦，你生幾個？我還未生嘿。緊啦，問足久嘅。是。好來，我講頭的台語詞啊，我講大針頭。這就問題啊。大針頭，老師。講大富翁啊，大富翁、大頭母、大金頭大武功嘿，大金頭啊唔，捌人講到頭，咁無啊，無我講針頭，針頭，金頭啊，金頭啊，大家名無共款。牛頭啦，你黑白。我咧講你老神在在呢。好來，我說頭的台語詞啊，我講舌頭，頭。有啥物舌頭來做？啊，你講過啊？對啊，你講過啊？你今日有來上節目無啊？哎呦喂啊！第一就寫了舌頭。啊只有禮拜迄個啊舌頭安尼。你公司哪會請這款啊，啊？我無路用，我袂使。10月18來報名，使無？給你一擺機會。我說頭的台語詞啊，我講加舌頭，加絲頭是啥物件？雞舌頭，雞絲啦，雞絲頭啊，雞絲頭啊，雞絲頭啊伊雞絲就呢個分，差不多大約所講點嘅雞絲頭對吧？老師愛雞雞絲頭啊。絲頭啊，好，嗰一條給你啦，好無？你分你要套動嘅，我家己的啦，隔壁的啦，隔壁爾，厝邊爾，但老賴者好無？好，無問題。我說頭的台語詞啊，我講罐頭，
罐罐头，罐头，嘿，罐头水，其实还有真济啦，比如讲水稻头哦，水稻水稻镜头，啊，你这个镜头，镜头啊，卡称头，哇，足济慢扣慢来。头，卡称头，想要叫卡称头，卡称有卡称有嘿啊卡称卡称哪有头头，那有卡称尾吗？来，你出来，你出来啦！出来，紧出来，你紧出来，紧出来，啊，这个我来啊！你越过，你越一般这卡称头，咱若尻川头有问题呢？尻川头感觉会酸、会抽、会痛，这就是你这个神经的痛痛，坐过时阵车卡专线电话空一直空。一直控，尻川头讲的是规个，啊，唔是讲倒位迄个头。哦是啊尻川啊，迄个组那尻川头看后摆敢真好生啊，这是好心补啊，想要财。袂使讲卡称就好。袂使讲是袂大长啊，袂使讲。这代志咪请教老师，老师都解释得对无？真牛啊！因为做些物件无一定是讲迄个头，像讲咱讲树头，树头两种意思啊。啊，你讲树头顶头有一只鸟啊，你嘛来讲树头徛好栽，毋惊树尾做雨台。你看这树头是树根的意思，所以共款的树头，你看顶头下骹拢会当用。了解。所以这树头是一条土地。哦，啊，你讲我知啊，来，咱刷来欣赏。只好安怎？来进行俗语讲了好。啊头家啊嘿，咱今日伫遮摆搭，敢会警察来啊？无遐衰啦，我甲你讲，我调查过啊，遮吼路段上好，人上济，上重要什么？警察拢袂来，哈哈。干慢呢？嘿啊，紧收收的啦啊！等下行李人就来啊。好啦，来呀，看过来，小够好看的衫就伫遮啦，来，紧看卖，选看卖咯。来，帅哥美女，来，来看一下哦。帅哥美女，就是恁的美女啊帅哥美女啊哎，来，身材就好就瘦呢，有没有？哦，优是优，体格袂歹。无真咱遮啥物拢有，看你们是不是个较流行的，嘿，还是较复古的？哦，啊，上重要是吼好，咱遮介绍拢足好的。哎安尼，呀，是讲头家啊，嘿这个衫敢有我的寸长哈，敢有我会用穿的。寸笑，系啊，来我遮甲我讲寸笑。你敢知影流行这代志无寸笑这个问题？哎呦，真的吗？像你这种体格遐好，嘿，对。当然模特同款。哎呦，头家，来，今年上流行的。哦，真正嘿哦，啊要安怎？安尼摸起来，你就跟摸起来韩剧女主角同款有无？哦对嘞安尼有无？哦，爱的有无？迄个感觉有来啊！哦，安尼哦。大家，安尼你安尼搞看卖，伊是爱的迫降，啊你该帮我找一个，诶，什么酱嘛拢会使，太阳的后裔，我会使请太阳的后母，来自星星的你啊！我知，哎，虽然是神经病嘛，无要紧。哦，虽然用哦，嘿，安尼好，安尼有无？啊哦，安尼有无？欧巴。哎呀，你就像迄来自星星的你，迄动物园迄个星星。你是在你，我即摆咧演韩剧呢，伊安尼有规个感觉拢来，感觉拢来啊，对无？你今仔来到遮就对啊，阮遮的衫吼，水甲吼，啥物人拢看到都介意。而且，阮兜这个头家啊，顶港有名，下下港有出名的这个艺人专用的这个服装师。我看就，哦，无怪安尼，我感觉就面熟的。面色啊，面色。哦，就恩导。哎呀，无啦，就有名迄老师嘛。对啦。啊，就是伊啦。嘿啦，就是我本人吼，电视有看到对无？啊，我签名，卖签名。等，头家，你这衫吼有一寡味呢哈，有味，味。哎，真的呢，敢有一寡味呢。对啊，无，我跟你讲，啊，安怎？你爱有腥味。腥味，有臭车味哦。不，唔是咧腥味，是面车的腥味。面车嘿，咱这是腥味十足，有无？嘿啊，原来是安尼咱这啊。衫哦，拢艺人加洗过的呢，原汁原味。无唔对，哦，无，
啊无，哎，那我问者吼，啊，歹势，啊，这唔知，真正唔知是对一个名称称过。啊，你都唔捌啊？阮名册足济，你是去国家啊，还是咱拢本土的啊？是讲哦，拢有，拢有。哎呀啊，，真正吼，我看卖，这什么人？这什么人？我看卖，真正哦，真正是敢若是碰碰恰恰的啦，恰恰的啦，嘿，碰过，那还安尼啦，咱咧国宝呢。嘿啊，我知啦，啊，国宝个时间有较远，有较久吼，啊，有一点仔老人味。无啦，啊，你歹势，刚好金城武。金城武，金城武的来，今年来，武，哎金城武的啦，你看我是嘿啊，唔熟，对嘛？金城武安尼贵书有无？金城武是穿金的啊，对吧？对。完了，赞，安尼好，安尼今日袂歹哦，我袂，今年8班，哎呀，8班娘啦，金城武亲过的呢，我问一下，啊，我真正嘞，你真正哎，是像亲过的，哦，你都唔知，安怎？真正我甲你讲，嘿，对，真正吼，当初迄个女明星去国际安尼行迄星光大道都像真正。哦，你是讲奥斯卡呢？奥斯卡，行奥斯卡呢？你是看咪去奥斯卡是坎城，啥物拢会使。哎呦，真正是咱林志玲亲过。我算你较俗，因为你体格甲伊共款。哦，真的吗？哦，你来看会出来啦哦。 15万就好。啊，差5万俗啦，啊，我听无呀，什么无？我吉祥济。哎呦喂哦，吉祥济是不？来，哎呦，吉祥济是不？警察来，警察！那有警察。哎，啥？别走，无直接买是来冲啥？调好。来，警察先生好，你好。来，免好。啊，有食饱未？食饱未？来，啊，有喙打无？卖问较济，卖问较济。卖讲话。哎。是什么人讲恁会使来这摆台哈？阮妈妈有讲，妈妈讲今仔日才摆搭，较好日子。嘿，好日子，无啊，先生，风水较好。安尼啦，咱手卖我白来哦。安尼啦。哎，阮组长咧开单。哎呦，摆偌久啊？摆偌久，我都今仔才来啊。阮今仔日才来尔啦。都叫一个拜托。拄我来，咱就敲定来检举啊，安尼说明衰啦吼。是上遐尼要求啊，不啊，哎是上遐尼好心。但是看恁两个话，你拄我感觉生意袂歹啦吼，我这点仔钱应该无要紧啦咯。哎呀，哎呦，警察先生啦，阮吼，你拄啊开这张单，阮今仔无趁遐尼济钱啦。阮今日拢无趁到你嘛看到，拄啊你一来，人就走去，啊个衫无钱嘛无摕去，无摕来，啊衫个互伊摕去，你看我紧张，咱拢黑白讲话啊啦。你趁钱跟阿因的衫裤，我趁知有了钱无了钱，你即嘛是咧怪我就对啦。无，迄个意思啦，我是讲。好啦，哎呀，我是讲看恁生意足好的吼，恁除了咧卖衫尔，敢有啥物特别的？对啊，我头拄就看迄两个走去的，迄人走去无力啊，摕钱啊。迄衫咧伫片，啊是咧片啥物啊？哈？哦，讲到这衫的味对啊吼，我就无共款。我的衫，我甲你讲，无共款我的衫吼，安怎无香讲香，无恁片看卖，你是有试过哦？有当然，拢足特别的气味在内底。这衫片起来是怎么怪怪？臭寡生。那有，你看，嗯，我片。是小可胖胖个臭臭啊，无我讲是臭起来，脸个会感觉我个会调的呢，调诶，这是臭破味嘛？没啦，所以我讲个袂不改。歹啦，个袂歹片啦。啊，我知，迄个味吼，就是咱2020上新的香水的味。香水？嘿，对。请教者吼，恁卖这个衫，啥有味的先啊？竞争先生，你这都有所不知啊！阮这衫吼。全部拢是咧艺人加持过的哦，啊，阮这头家吼来，顶港有名声，下港有出名的这个艺人的专业的这个服装造型师。我问者，艺人穿过，敢有迄个艺人拢会啱啊穿过的衫，敢有？有啊，当然嘛有，我有吗？来，哦，你讲迄画山画水画玲珑的这个恭喜啦！然后迄歌唱了好，水假咧，都最水你看咱家啥物拢有。哎呦，啊，这螃蟹，这螃蟹。哦，这就是刚刚的味哦。知哦。来，我请问一下吼，我介意迄个男神啊，是迄种伫咧香港啊，男神，什么叫做男神？
男神，男神伫咧香港啦，啊，就是拍迄种电影是迄种警察的，啊，我就是为着伊吼来做警察来迄老千魂，敢有伊啥？我知，这可能爱吹一个吧，人住伫咧香港哦。我嘛是，这种物件，我嘛是介刘德华，我较做警察。哇，拢姓老。系啊。吼，这男真正是大叔级。不是真正，是真正。来，哎，对了，真正啦，真正酷。对，就是真正酷。哎呦，啊，你我来好意思啊。你看嘛，看嘛。哦，啊，你唔是风海风化。哎，嘿，是是，讲恁这衫安那卖啊？诶，这介绍吼是安尼啦，就是爱看是啥物艺人穿过，好无？啊是讲这艺人偌红，伊的介绍就偌水一。般拢讲艺人啦。诶，艺人，偌红，伊的介绍就会偌水。吼，想讲吼，拄好有一领有无？安尼蹦恰恰穿过。蹦恰恰穿过。一般电影的时阵，你有吼无言的山丘，几若年前呢，有无？吼，这电影内底有穿过。真领吼，无安尼啦，还是你介意？我看你个面色介意，淡薄仔修相，算你1万就好。现在就1万啦，1万。这无价哦。不，友情价，友情价。请教者吼。哎，恁这衫裤是为倒位啊来？啊，都艺人遐摕来啊，系啊，伊穿了无啊，搬了就摕落来安尼啊。摕来买啊。啊，恁卖这衫有经过遐艺人的同意无？当然嘛是啊，这阮头家偷摕。哎，什么？哦，无啦，是你也对，来，偷摕别人的物件出来卖，搁卖遐尔悬的介绍，在你开的1万、5万、10万，这款的行为哦，无经过人的同意，物件甲摕出来卖，介绍在你开这款的行为叫做白水煮白鱼，还有一句叫做乌狗拖咸鱼。哦。好，你个头爱选哦！来，这边来。女神啊，哇，为恁来女神。来，这两个偷摕别人的衫，哇，摕出来卖，搁画介绍黑白花，到底第一句白水煮白鱼，赞成这句请举手。白水煮白，一个哪样？哦，恁这两个墙头草。我，因两个绝对无意见，绝对无解说，请你解说者。白占南班鱼，对啦，对，这意思啦。我有的啦。就是讲伊免本钱，系啊，伊去摕衫来搁趁钱，所以甲白水煮白鱼有啥物共款我唔知啊。所以恁这边一定是经乌狗拖咸鱼，你是安怎想的？因为都是乌白乱来啊，乌狗甲咸鱼拢乌。哦，差不多这个意思，差不多意思。对。来，老师请解说来。迄白色吼，像我穿的这件衫是白色，毋过有时咱的白是代表无的意思。无。真有啥话？咱的白煞，白煞就讲迄个穿烫迄种。白煞。啊是讲食物件白正无味，迄种无滋味的。啊，另外一种吼，你讲白菜。表示你讲的拢是那无营养无食的代志，所以有时候白水煮白鱼，就是讲啊，摕别人的本钱来做生意啦，伊家己拢无出声话。啊，另外吼，乌狗拖咸鱼，乌鸟乌狗是早期咱咧形容较歹的人。乌狗兄像咱讲山顶的乌狗兄，啊乌鸟子啊，啊这乌狗拖咸鱼，你看乌狗拖咸鱼，拖拖的，迄是安怎？乌鸟穿裙无穿裤，乌狗穿裤叫拖头。算早期穿个系较怕，啊，你拖的。毋过老大人看起来感觉穿个老脏，较无整齐，较无闭杂。所以若讲照这意思，因这物件拢共偷来，所以应该是借衫起厝卖现钱，迄物件拢无开本钱的，所以应该是白水煮白鱼。你解说一遍。都是白水煮白鱼嘛。煮白鱼。摕无本的什么？是来拍鼓励。非常的文雅，叫做《月光的歌》，作者是苏秀凤。哈，两位婚姻来朋友，头前一半一直到这个笑容家，好，查甫请。月光
甜甜的，点点的坐落去，水池啊来发光，客家话出现的，我碟加鱼，想美，第一杯会讲来啉，伫我伫巴肚内唱着上有的笑容，胸上有的笑容。有，来，我光倒伫金正花光，我的落啊破去，落啊，想要加一片月光来补，互落啊内底藏着过树的香味。其实这是一个真有想法的诗啦吼。老师麻烦你。注意看哦，来，月光，月光点点啊射入去水池啊来发光，来注意，蛇，边边蛇，边边蛇注意发光，我喙大啊，我喙喙大啊想要舀一杯月光来啉，舀，互巴肚内藏着上午的笑容。哇，笑容。月光倒伫深井发光，我的落地啊落地啊，有哦，你讲落啊，其实共款迄字，所以你嘛真厉害吼。是哦，是哦。我的落地啊破去，想要加一片月光来补，互落地啊来藏着桂树的香味。啊，伊这应该是配合迄个中秋节上午，啊，这是五光插树啊，做桂树嘛。桂树。所以感谢老师吼，谢谢。用古早时代的诗人的念看卖，老师应该一点仔还原。月光点点啊，射入去水池啊来发光。我喙大，想要舀一杯月光来啉，互腹肚内藏着上午的笑容。月光倒入深井发光，我的落地啊破去，想要加一片月光来补，互落地啊来藏着桂树的香味。感谢大家，后回请继续收看《为山为水为林龙》。